今日被接收嘅毛小孩，佢叫蛋卷。早前雨路環九澳鄰近聖母馬路嘅一角被善心人發現，其後由市政九房接收安置。嗰日嘅佢默默趴喺原地，冇人知佢從邊度嚟，冇人知佢等緊邊個。11月24號，本團協助發出尋主人貼文，但係等咗又等，始終等唔到屬於佢嘅回音。直到12月5號，正式由本團接收。初見面嘅時候，佢神情緊張，對人保持距離。但係過咗一陣，佢慢慢放下戒心。本團已經為佢初步健康評估，基本檢查暫未見重大異常，但係發現佢有乾眼症，後續將按需要跟進治療。希望蛋卷可以慢慢安頓落嚟，係犬舍重新開始。